若要学物件，就要学学透。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就设计一个台湾设计口的展览空间，收集历史上真重要的设计文本，要让大家用亲目睭看到一寡真出名的设计品。 1964年，东京奥运的海报搭伫壁顶，阁有迄时的门票、手册、纪念品等等。另外一边的壁顶是搭大家无看过的奥运候选国的宣传海报，德国柏林、加拿大多伦多等等珍贵的设计文本拢展出来。一个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，那个是一个开创性的把奥运所有的设计做成一个系统规划。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，大家都只知道举办奥运。 可是都忘了还有叫申办奥运，所以特别我辟一个展览的空间，就是历届申办奥运的海报。设计系学生伫读册时，拢读过真侪历史上出名的设计文本，但是无一定有机会会使亲目睭看到。台师大因为安尼规划台湾设计口展览空间，收集历史上出名的设计品，予学生会使来参观。课本里面所读的。 都是实，你看不到实体的东西，你没有那种立体空间甚至材料的感觉。台湾的美术馆很多，但是它没有特别把设计独立出来，甚至不收设计的东西。台湾的博物馆也很多，但是收以历史、人类学、考古为主，但是能够单独把它成为设计这样的一个专题领域的一个展演空间，台湾目前没有设计博物馆。 台湾设计口目前展出为过去到即马历届奥运设计相关设计品，9月7到17拢会使来参观。因为空间有限，敢若有部分展品展出。台师大嘛希望未来会使有更较侪空间来展出，开创台湾设计更较侪可能性。记者郭冠良随台北报道。